另外，科学家嘛发现讲，无共种的海鸥，因的叫声、因的沟通的声音的模式拢无啥共。亲像观察头海鸥发出来声音就较固定。因即马科学家就在比对讲，即款海鸥的声音和因的行为到底有啥物款关联？希望进一步来了解，在海鸥在讲啥。一只观察头海鸥带细只海鸥游过海面，因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到底是咧讲啥？是因人好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进一步对当加入比海差不多60只观察头海鸥的录音资料，以人工智慧和传统的统计方式做分析，发现因的声是淡薄仔亲像无丝密码，是有规律的。Ou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se codas have a complex internal structure with similarities to aspects of some other anim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even some aspects of human language. 研究人员认为，观察头海鸥的语言和英语的字母系统，伫一寡所在是小可成，无论是亲像这种，敢若是踢大舞曲的叫声，也是像安尼顿一个了后，小人数的滴答声。对内面的旋律和节奏会当判断，明显是几组较细固定模式产生的。所以来科学家会试要解答讲，到底这密码曲代表什么意思？And so a big part of the larger Project SETI effort here is to actually get that behavioral data paired with the communication data in order to answer these deeper questions about what it is that the whales are saying. 科学家讲，因会进一步来厘清观察头海鸥发出来的声是安怎去影响因的行为和社群动态。若成功破解海鸥叫声的密码，可能人类就会当直接和海鸥来沟通。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